伫咧欧洲、亚洲，还佫有美国，逐年拢有超过6万栋二手的，或者是还未卖出去的衫，会再去南美洲智利北部的伊基克自由贸易区来大小卖。若是卖袂去的，就会拼去智利的一个叫做阿塔卡马的沙漠，或者是直接甲伊烧掉。不过，这对环境还佫有民众的健康是有真大败害。 Many bales of jeans have arrived. Now they're all dirty. We can't reuse them. This is a Lee brand jean. This is Gap. It's a brand we really like here. 每年有超过6万栋欧洲、亚洲加美国的二手甲无卖出去的衫，经由南美洲上大的免税港以及克港，然后智利北部的以及克自由贸易区，将仓库踢甲满，这衫会被送到全国各地市场，用2欧元甚至更较低价销卖出去。卖出去就被运到阿塔卡马沙漠，这代表上大数的所在，即嘛正做款式上的毛仔布，外太空翕的卫星影像，拢能清楚看到这真歹看的粪扫堆，更较害是因即嘛，佮用原地烧的处理方式，互有毒气体对风飘散，互四周的居民是真艰苦。When there's a bit of smoke coming in, I close the window. It's filled with a smell and it gets to my eyes. It hurts me a lot and I've got eye problems. The smoke is ruining my eyesight. 这衫伫快速制造取代淘汰片条之外，产清楚所有的款式上灾难本数，用后面做的。敢若无到5派纺织品被回收，其他就是被当作废弃物出口。欧洲环境总署资料指出，2021年后面全境有700万吨的纺织废弃物，算起来每一个人有19公斤这么多。纺织业就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10%。为落实永续的目标，后面为2019年提出的绿色新政，也要伫2030年全面实施所有产品护照制度，要求所有伫欧洲卖产品爱护为原料到回收的全生命周期资讯。也佫有法国也针对款式上推出禁止广告推广的法案。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。